la mer qu'on voit danser le long。寶星集團董事長陳耀章先生 ，Anson 你好，歡迎你嚟到 Money Cafe 先。我哋家族咧，如果係話做生意、做發展，應該係起源於我爸爸嗰個年代。咁但係後來因為我爸爸比較早就過咗身，咁我媽媽開始接管家族生意啦。咁佢覺得做發展商其實都要涉及好多唔同嘅專業領域啊。咁去做一個項目嘅管理係比較麻煩。咁後來就轉趨於做啲買賣樓宇啊，即係收租啊，或者即係比較容易啲管理嘅一啲嘅投資方式啦。咁跟住就係5年前好不幸，我媽媽又過咗身啦。咁跟住我接管咗呢盤生意啦，咁翻嚟做啦。咁第一覺得其實做發展咧，嗰個利潤空間會係好過普通買樓花或者炒賣樓房嘅第一。第二咧，其實就香港好多嗰啲舊區啊，係需要重建，同埋做，因為亦都最近咧，香港由強拍門檻由90%跌到80%啦，咁變咗係做呢個收購呢個舊樓，然後如果係剩翻1-2成嗰個強拍嗰個難度咧係比較減低咗，咁亦都可行嘅。我覺得獲利空間就肯定少啲嘅，好多官地拍賣，譬如話好似你話北角村嗰啲咁，講緊幾十億、100億嗰啲嘅，你就算我哋嗰啲私人家族。最多你咪揾1至2個志同道合嘅家族一齊合作。咁如果咁合作法，你可能20-30億已經係上限㗎啦。你唔會揾太多人合作嘅，因為嗰陣大家意見不合嗰陣就好難化解啲爭端。首先你睇下我哋投啲咩地先。首先我哋喺香港嗰3個地盤，一個係同騎士合作嘅，係個市建局項目嚟嘅。咁其實嗰個獲得嗰個成本都算係合理啦。咁同埋啱啱係舊年3-4月份嗰陣咧，係大家係有少少憂慮。全球經濟啊，咁即係歐元區又話歐債危機啊咁，我哋好多時投標咧都係 hold 住啲時間咧，係一般嘅商人都係睇淡嘅。譬如我哋喺同台灣政府觀光局合作，去喺台灣日月潭發展一個旅遊同埋觀光嗰啲叫做度假村同埋會議中心嘅項目。我哋投標嗰陣正正係2008年嘅9月。咁嗰陣就係雷曼兄弟啊、美國國際集團啊，係差唔多要倒閉或者真係倒閉，或者要美國政府去拯救嗰個時代。咁嗰啲台灣或者國際嘅集團個個都怕晒。咁嗰陣我哋投標同我哋競爭都好少人。嗱，我哋譬如話，我哋喺浙江街同埋騎士集團一齊合作，係同市建局合建呢個項目啦。其實我哋有1萬幾尺嘅一個小型商場嘅，咁而且我哋個出入口會係對正其中一個沙中線嘅地鐵站嘅出入口。咁嗰啲咁嘅小型商場，其實我覺得絕對有得做啦。因為其實如果你大型商場，大財團已經買晒，好少交易，好少買賣。咁如果譬如話你係一個基金，或者你係一個收租嘅一個投資者，你想買啲咩？我覺得譬如話鐵路沿線嗰啲小型嘅商場啊，或者近住地鐵出入口嗰啲咁嘅店鋪、地鋪咯，絕對值得考慮。我諗我局限於講下溫哥華同香港嘅對比啦，咁對比相當大嘅。因為其實溫哥華本身佢都係一個好民主嘅一個市政府，咁亦都好多唔同嘅即係社會嘅壓力團體啊，例如藝術團體啊、環保團體啊、保育團體啊，各樣都會有，同香港差無幾。咁但係咧就香港就基本上，如果你話要將舊樓重建，要放寬高空限制啊，或者你個地契度某啲嘅限制咧，基本上同呢個地政處就傾一樣嘢嘅啫，就係嗰個補地價嘅錢，additional land premium 多定少，而家就越嚟越難傾。好多時我好多啲喺房地產嘅長輩都比我哋規模大5倍10倍，都好多時同地政處傾會傾好耐。棘住啲咩地方？點解嗰個價錢咯？越嚟越貴，越嚟越貴，同埋唔係咁合理。咁樣咁就喺譬如話喺溫哥華咧，佢嘅做法就唔係話同你講錢嘅，佢就講一個叫 public amenity package。咁譯做中文咩？譯做叫做發展商係需要提供一個公眾嘅一啲設施同埋公眾嘅利益係免費提供嘅。咁就唔係講錢嘅喎。咁譬如我哋淨係講我哋喺Downtown South 呢個都市中心地區嚟嘅。咁喺溫哥華 Yale Town 隔離，咁係一個即係相當黃金嘅地段，亦都係俾溫哥華市政府指定咗係一個即係都市更新嘅一個區域嚟嘅。咁佢個獎勵就會俾額外嘅高度同埋容積率俾你。但係你要換啲咩俾佢咧？
咁就要同佢哋傾啦。咁佢哋會有一個 panel 嘅，佢哋有好多唔同部門嘅。咁譬如話有啲保育舊樓嘅部門啦，亦都有啲藝術推動呢個當地藝術團體嘅部門啦。咁亦都有啲譬如話即係意思係話要揾唔同嘅部門去傾究竟。唔係佢哋成個委員會入邊有啲咁嘅代表喺度。每個委員都有啲訴求嘅。譬如話 shopping list 係啦，譬如話佢哋藝術保育嗰個部門咧，佢話我哋希望咧你可以免費提供一個藝術展覽同埋工作坊嘅空間，俾唔少於30個本地藝術家。OK。咁而且要係喺正你嗰個西，即係個地盤上高喎，唔係話搬到去武雷宮咁遠喎。咁呢個好重要。咁另外佢話，我亦都希望咧，你能夠將呢個2%、3%嘅總建築費咧，係撥嚟做美化周邊呢個係嗰個行人路嗰啲工程，擺多啲本地藝術家嗰啲雕刻嘅作品係公開展覽嘅。咁希望呢個香港政府其中一個可以考慮嘅地方就係採納唔同嘅文明國家佢哋唔同嘅鼓勵發展商去做一啲利益公眾嘅手法，可以參考下。台灣咧就成個台灣咁大，我覺得除咗啲比較 A 級風景區，例如阿里山啊、花蓮啊、日月潭之外咧，只可以考慮嘅就係2個城市嘅啫，一個就係台北，一個台中。台灣嘅經濟有個好大嘅危機喺度。咁第一，佢暫時因為政治嘅考慮咧，佢暫時唔好似我哋咁容許自由行。但其實自由行嘅人咧，先係高端消費者。佢哋而家大部分係團客嚟嘅，旅行團客戶。咁好似我哋開話觀光酒店就 OK 咯。因為我哋可以300幾個房可以招呼到旅行團，亦都我哋唔會話 charge 好高嘅酒店房費。講緊可能係幾百蚊一晚啊，港幣啦講緊港幣嘅 equivalent 係幾百蚊至到1000蚊一晚，佢哋會承受得起。咁今日咧就真係唔該晒 Anson 啦，由香港嘅中小型地產商講到香港樓市補地價問題、溫哥華舊樓重建，以至台灣嘅經濟政治都俾你講埋啦。咁啊，希望就今日時間比較短啲啦。咁啊，希望下次你再有機會上嚟 Money Cafe 同我哋分享更加多你嘅投資同嘅心得啦，同埋睇法。今日亦都唔該晒 Stephen，我哋下次再傾過。OK，咁第一，我又想即係有趣就係你諗下你自己嗰個心路歷程啦，點解會由即係收租開始到發展啦嚇？咁第二就係話，喂，係咪真係睇好個市，所以就而家就做發展商咧咁樣？